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，业界真正业界消息来看到，咱台湾流行音乐界上界大的光彩，就是金曲奖。真侪人当年足拼死，煞无一定摕到奖。咱台语歌坛天后江蕙第一届金曲奖就摕到最佳女演唱奖。落尾中文歌和台语歌分开，伊搁在少年线4档摕到最佳台语女歌手奖。因为要鼓励少年家有机会当出头天，江蕙放弃拼金曲台语歌后，第26届金曲奖特别贡献奖准备要颁予江蕙，让伊的业界人生更加圆满，嘛更加精彩。有人说过，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江蕙。今天很荣幸站在台上，邀请我们永远的天后再度上台。第26届金曲奖的颁奖典礼，特别贡献奖颁予儿子江蕙，就伫台下卡这个歌星的扑啊声内底，搁一摆甲江蕙送去你这个台湾乐坛上悬应有的舞台。我从第1届的金曲奖到现在，我真的很感恩，可以一直被肯定。那么聚会了20几年，真的也是够我回味了一辈子。伊伫1981年来出专辑，伊是第一届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的得主。自此国语甲台语就分开颁奖，伊是4连霸的台语歌后。得奖人是江蕙。江蕙，得奖的是江蕙。我觉得金曲奖是要兼顾到流行性、音乐性，还有未来性啊。其实我们这个宗旨其实是很明确。那对于2姐来说，我觉得她都有兼顾到这3样啊。谢谢。我真的没有准备，因为在金曲奖的历年以来，好像没有人得过3届。谢谢评审。摕到奖，家己感觉歹势歹势。2003年，江蕙决定来放弃最佳台语演唱人奖的资格，过当年以颁奖人的身份来上台，和伊做伙颁奖的康康，挡袂牢家儿子安尼亏害一个。金曲奖大家都想得不到，你是得到不想得，你神经病嘛？就算讲放弃入这个台语歌后，江蕙的名嘛毋捌伫个金曲奖顶悬来无过。今年爱非常感谢江蕙姐承让了，谢谢2姐承让了。就算她不角逐，人家也不会觉得是她唱不好了，啊，所以我也蛮赞成的，因为我一直觉得必须要生生不息这样，对，所以她因为这个原因，她就说，那她不角逐最佳女歌手，会当唱抒情歌曲，嘛会当唱热歌。台语歌毋那是干那有悲情这条路。2015年，儿子江蕙宣布封歌退场，同一年得到这个特别贡献奖，伊真水气，伫唱歌这条路，甲行到上大底。这座奖呢，为我的歌唱生涯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，我会好好的珍惜它。这座奖如果握在我的手上，我真的很感动，真的觉得我唱歌唱了一辈子。一切都值得了。江蕙的业界人生伫台湾的歌坛安尼走跳30多年，因为有伊的坚持、点阵甲严硬，成就伊特有的儿子传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